各位嘉賓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非常榮幸代表漢聲集團出席由資本雜誌主辦嘅頒獎典禮，並且係連續第7年獲得傑出貴金屬交易商呢個獎項。多謝主辦方嘅肯定，呢份榮譽對漢聲嚟講唔止係鼓勵，更係對我哋專業實力嘅再次認證。過去幾年市場環境瞬息萬變，但係漢聲始終堅持以合規為本，以客為先，專注提升報價透明度、交易穩定性同埋專業嘅質素。我哋深信專業同埋信任永遠都係貴金屬投資服務最重要、最不可動搖嘅基石。呢個獎唔單止係屬於漢聲，亦都係屬於一直支持我哋嘅客戶、合作夥伴同埋團隊同事每一位嘅共事者。正正因為大家嘅信任同埋付出，我哋先至可以連續7年企喺呢個舞台上，保持行業領先。漢聲踏入第12年，我哋會以更高嘅標準要求自己，全面推動服務數碼化，提升客戶嘅體驗，為市場帶嚟更可靠、更高效、更具前瞻性嘅投資服務。喺呢度再次多謝資本雜誌嘅肯定，多謝各位嘅支持，漢聲會繼續向前做得更好。多謝各位。